后来又因为找头路受骗的学生是愈来愈多，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特别举办着巡回讲座，佮邀请到警察来助阵，来到中营中学，要教学生找头路，安怎来防诈骗。 警察甲学生讲，真正发生过案例，真侪学生因为社会经验无够，伫找工课时阵无识字就会防骗。但是政府劳工局特别举办宣导讲座，要教学生安怎避免互人骗去的撇步。 求职其实很多陷阱，他们有时候在涉世未深、懵懂无知的状态下，不小心被害。那有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不止骗财，甚至还有骗色的状况。 警察伫讲座当中，除了教大家判断防止诈骗的关键字，嘛互学生亲身模拟面试当中会拄到的诈骗状况，希望学生会使加强正确的求职观念。 这些新闻可能常看到，但没有人告诉他们重要性。那感谢警察局的宣导，让他们就是更有警觉，然后也更知道这些坏人的手法，然后可以更注意，出社会的时候可以更加小心。这几年愈来愈多人伫找工课时阵防骗，劳工局希望透过规划连续巡回讲座，甲防止诈骗的教育变甲真活泼嘛真趣味。期待未来青年朋友咧找工课时阵，拢会使加注意，加一份保障。